喺生活節奏不斷加快嘅今日，越嚟越多人容易發生便秘。便秘咧就即係排便困難、大便乾結，幾日或者係一個星期先至排一次便。有啲人咧仲會容易有口臭啦、消化不良啦、脹氣啦、下腹不適等等嘅。便秘最主要嘅原因咧係飲食過於精細，蔬果同埋水分攝入不足，不良嘅飲食習慣，例如成日食啲辛辣嘅食物啦，成日食宵夜啦，又缺乏運動啦，都會導致便秘噶。咁另外咧，過度勞累、精神緊張，會抑制呢個腸蠕動同埋消化液嘅分泌，從而導致到消化不良，都會引起便秘嘅。咁如果想擺脫便秘，就一定要注意飲食調節啦。我哋建議你要補充膳食纖維。膳食纖維咧進入胃腸之後咧，能夠吸收水分，刺激胃腸蠕動，並且咧係將呢啲糞便咧係軟化，有潤腸通便等等嘅作用。便秘嘅人咧，平時應該多啲攝入一啲富含膳食纖維嘅食物，例如蔬菜啦、水果啦、蕎麥啦、燕麥啦、糙米等等嘅五穀雜糧，呢啲都係促進呢個糞便排出嘅。同埋咧，我哋建議你補充乳酸菌嘅。乳酸菌咧係能夠改善腸道菌群嘅組成，增加腸道有益菌，維持胃腸嘅呢個正常蠕動，幫助清除腸道嘅垃圾，預防便秘。除咗多啲食蔬菜水果之外咧，我哋仲建議便秘嘅人咧要飲多啲水嘅。咁每日至少要飲1200毫升嘅水，尤其係早上起床嘅時候咧，可以係飲一杯溫水或者係蜂蜜水嘅。我哋仲可以養成良好嘅屙屎習慣，例如每一日清晨咧都去屙一次，就算咧你唔想屙，都可以去踎下個坑嘅，咁可以形成條件反射啦。平時咧可以多啲去散步啦，做仰臥起坐，增強胃腸蠕動嘅能力。咁呢啲都係可以促進排便通暢，緩解便秘噶。今時今日保命要緊啊，保持營養均衡，疾病拜拜。記得點讚同埋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喎。